翻去長沙灣咁啊，坐小巴過去算，費事行。落車啊，終於坐咗成10分鐘。咁啊嚟到長沙灣廣場，其實呢度即係荔枝角。咁啊行去前面益里嗰度攞嘢啦，攞咗第一單送咗上去先，再上去益里攞第二單。皇冠餐廳啊，咁啊送咗去前邊嗰棟大廈先，909號喺前邊。送完之後就落翻嚟，再上益里1樓攞。咁呢個孖單嚟嘅。又行翻轉頭去翻益里1樓喎。金馬來餐廳攞翻袋，過青山公路做12分鐘，咁啊食過。哇，好重啊呢度！頭先冇攞，而家分開攞。咁啊過馬路，時采中心，有2分鐘搞掂。咁啊，工業中心地下呢排都好多嘢食㗎。咁啊，以前啊餸喺呢邊餸寫餸，但其實一間我都未食過。仲有袋鼠嗰時候，袋鼠好多單嘅呢度，幾多檔啦？有茶，有麵，有辣嘢啊，有奶茶，有飯啊，成排都係嘢食。好，咁過對面時采。